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要为介绍下面一段话，这个呢，对我们平常生活在一个世间里头的任何众生，都应该要注意。我们都要追求幸福，追求快乐，追求平安，追求内心让人很满足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你的心愿呢？首先，这一句话就是说，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乎他拥有很多，而是取决于他计较很少。这句话很通俗啊，很通俗，应该大家一听就明白。很多人呢，他拥有很多，他不见得快乐，不见得快乐，他内心当中烦恼很大，他想要拥有它，要保护它，他又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去占有它，结果他内心就起了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烦恼。所以幸福不是在拥有很多，不是，而是最主要的关键就是他计较很少，他什么都不计较，很满足啊，很满足。自己在内心当中觉得我并没有任何欠缺。像师父来讲，你看我穿这个衣服怎么穿，一年到头也这一件。而很多人呢，每天到超级市场或到百货公司，就是少那么一件，看到就喜欢买，看到就喜欢买，买那个东西，买这个买这个，买好多。那在无形之中，他感觉的好像很贫穷，非常贫穷。师父为什么很富有？因为我不缺少那个东西，我什么都不需要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计较很少。除了这些外在的东西以外，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能够让自己心快乐，自己的心很满足，就是因为我不要计较，不计较。你说我好，说我不好，你说我对，说我错，我不会去计较。一个不会计较的人，自然他就很幸福的，他非常的幸福。这一点呢，是很重要的修行关键。我们希望大家呢，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努力。你要不要想幸福啊？想不想幸福？很重要，就是你不要计较啊。如果说一个人会懂得计较的人，虽然拥有很多，你还是不幸福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关键在哪里？就不要计较，不计较，不找人麻烦，不会把这些外在的东西放在内心当中，自然心很平静，很祥和，一个日子就太平了，就非常的太平。希望大家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学习，祝福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